自己知道，我自己知道，真的没事儿，你放心吧。不是，哎，车，别动那个，不是我家离人特别近，不用，真的不用，一定要上，一定要不用，你憋着呢。不用打出租车，我自己走。不是，这，不是，我得送你，我得送。太客气了，你看，不是这个花钱，你看，哎呀，你这人这。应该的，让怎么？哎，你小人柱吧？哎，找你有点事儿。哎，肖同志，我没事了，你要有事你先忙着。我们家住向阳区永嘉路48号，你要有空你就来串门来。哎，好，我记着。哎，没事，走吧。哎，别，哎呀，哎，不用，我这带着呢，我这有。哎呀，别客气，太客气了啊！谢谢你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走吧，师傅。哎，安柱，你丫谁呀你？闹什么事儿？你干嘛？哎，这，怎么着？有个你认识的人，想不想赚一笔？嘿，啊？谁啊？走，咱们这边说。一个朋友，你朋友啊？跟我玩什么花活？哎，不会的。嗯？哎，你们哪儿的？干什么呀？想知道怎么回事是吧？打我！打呀！你操！打谁吧你？啊！你都给我躲开！夏云庄，菜刀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知道吗？有本事啊，有屁就放啊！我能耐单挑。单挑，我没有跟小流氓单挑的习惯。还是老习惯啊，就是太过时了。你知道，那法律对你是过于温柔了。你犯的可是死罪，明白吗？我不明白，你让我明白。不必了。不过你的小命在我手心里，说让你死你就得死，但是我得让你为我做点事情。那这段日子好好过，云州啊，去医院看看，我们还会再找你的。刘队，王队，你们别再闹了。聂明宇这案子，我们大家一块儿商量商量，也许进展的还能快一点呢。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和聂明宇是什么关系。庞局让他查聂明宇，我看他是下不了手。你给我闭嘴！哎，算，刘队，我斗胆问你一句，说，咱屋里都自己人，我实话实说，你认为你兄弟聂明宇他到底有没有问题？问题？他的问题？你们瞧，不敢说了吧？哎呀，你少说两句。有什么不敢说的？他的问题就是过于聪明。聪明不是罪，现在再问你，他有没有问题？
太聪明的人往往就不太会遵守规则。什么意思？懂吗？你们有了解聂明宇吗？我们俩有相似的地方，我们往往不愿意完全把自己放在一种规则之中，我们的行为，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一个地方。明宇他不是一个坏人，但是他做任何事情都求捷径、速度、效率。那么一个追求捷径的人，他往往就会不追求规则了，破坏这个规则了。所以在匿名性这个事情上面，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他或多或少的会做这种事情的。我还觉得他内心有一种向制度和规则挑战的冲动。好，向规则和制度挑战。那我现在跟你说一件事儿，你听了以后不要冲动。什么事儿？聂明宇的龙腾集团有一大批的走私车，现在扣在海关。什么？你从哪来的消息？你甭问我，我不会跟你说的。但这消息绝对可靠。什么车？多少辆？38辆奔驰车。你上哪儿去？我到天都海关。我跟你一块儿去，你们看家。哎，我也去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再就是说，刘队认为聂明宇的小问题可以应付一下就完了的想法，现在行不通了，明白了不？走吧，咱俩守家。对对，钥匙给我，我来开吧。后面去，后面去。嫂子，我们去哪儿啊？你想去哪儿？哎，要不去我哥公司吧？现在？对呀。现在可不行。为什么？据我所知，这个时候是你哥哥最烦躁的时候。要不这样吧，反正我们现在也没事儿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好啊。振汉哥啊，这么巧啊！我还说带雷雷去刑警队找你呢。哦，我说你可真不经念的啊！我一看就是你们的车。振哥啊，你出去啊？去哪儿？还真有人叫你，这从刑警队刚出来。这是我们队里的王明。是。你好。啊。那你要是这么忙的话，我改天再去找你吧。行啊，你要急的话，在经理队等我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啊。吃完你的吧。哎，我知道你是有什么心思，心思别那么重，好不好？聂明宇的老婆和妹妹。好吧。真小。振汉哥，我说丽敏那儿你应该多关心。别问那么多行不行？别老忙了。是，最近也是，但你这提醒也对，真是。你呢？跟明宇怎么样？现在啊？挺好的。你觉得别那么忙了，挣那么多钱干嘛？可以了。我找过他，他也不跟我说什么真心话。怎么会呢？走不走啊？